请灵下来的时候会很多黑这个字，所以那个港口有一首歌黎明之歌，哎呀那哈会会呀会，然后最后一个字嘿，好，那非常清楚，每个部落的银铃充满了这个黑字哈。等一下我们再看其他的录影带有，然后那个鱼鳞的时候会很多哈嗨这个声音，会哈嗨有没有？然后我们每次跳丰年祭，大家就很用力用右脚做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哇，这个是原住民的乐舞的绿以美，跟绿以美无关，好，跟灵魂有关，好，所以踩那个用力踩那个地，哦，跟那个舞动无关，好，跟土地的灵有关，哦，所以这个诠释的角度可能就是分世俗的空间跟神圣的空间的角度去切入。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哈嗨哈，很多部落那个以呦那个，对，如果听到哈嗨哈嗨很多的话，尤其是尾音哈，后面的合唱，就表示它是跟灵在那个空间同在。所以鱼鳞的时候会很多哈嗨哈嗨的音，鱼鳞的时候，银鳞的时候会哈嘿哈嘿，会很多这个声音。好，好来看一下我们的鱼鳞。